正大消息来看，郭台铭歌文提到王金平总算伫今仔日同台咯，因做伙来参加台北市政府举办的823炮战纪念音乐会。说落来，是毋是会来结盟合作选总统呢？这是由国民党甲民进党拢真烦恼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陈明忠讲，这将会严重来冲击到国民党的选情。那民进党的立委柯志杰表示讲，严阵以待。郭台铭歌文对王金平敢会宣布结盟参选，影响到2020大选国民两党的选情。他假设真的结盟的话，对国民党的选情一定有严重负面的冲击。我们也呼吁郭董事长还是留在国民党里边，可能会造成政坛的宇宙大爆炸，对于总统跟立委选情都会有影响，我们必须严阵以待。那也立委对郭台铭发声，希望伊赶紧归队。立委是讲三个人结盟，恐惊造成政坛宇宙大爆炸。2020立委选情嘛是直接受到影响，除了民进党、国民党，真侪第三势力嘛加入阵脚。对主要的政党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除了投票之外，还可以自己成立一个新政党。因为小党基本上是理念型较强，他一定不容易被妥协，所以才会往这样的小党来集中。讨厌拿了两党的恶斗，社会基态改变，嘛互第三势力有机会兴起。郭台铭、歌文对王金平三人敢会结盟，后续效应持续发展。